秀林乡公所为保存珍贵语言资产，于5月1日举办泰鲁格族语词典中册新书发表会。此部巨作历时10年，在泰鲁格族的语言发展与传承史上画下新里程碑，可谓是一件令人欣慰而感佩的大事。秀林乡长王玫瑰、代表会主席骆燕玲邀请前立法委员孔文吉、立委傅昆萁服务处主任柏江生、立委吴丽华特别助理高维宁、原民会教育文化处语言科科长郑惠美、吉安乡乡长尤淑珍、万荣乡乡长梁光明以及各区代表、各村村长一同到场参与盛会。Yani kalasan tak ita truku kasayang aji yakuna nakukalas. HGO lahoma kubalay wada nangusaw mga kiyapatas ni doay bitumui kisay bika dake namuni dake matas. Tika puso bi lelungan nami buksuuri。也恭喜我们的编辑委员，真的劳苦功高了。赞成公所在这个词典的部分的努力，我们代表会绝对都会举双手赞成。由衷感谢历届编辑委员对传承族群文化的使命感及怀抱推动语言发展与传承文化的热忱，从而使即将流失的语言重新复振及记录，让泰鲁格族语言精髓文化保存下来。这是大家共同合作努力的成果。未来公所仍将持续与编辑委员携手，为泰鲁格族语言文化复振、培育、推广、保存而努力，让大家都能感受秀林充满着泰鲁格族丰富的文化底蕴。秀林乡公所梅宣组报道。